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想死死不了，想出出不去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好歹吃点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这宫还真是不容易进的，进来了想死都难。我也只能这么苟且的活着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留得青山在，咱怕谁呀？这桌子都什么菜啊？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呀。有马小吗？啊？马小是何物？哎，我是滚。奴婢滚便是了。哎，等会儿。我今儿肚子不太舒服，给我倒杯热水。好嘞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变得这么娘啊？娘？你本来就是娘娘啊。你给我垫的那个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嘛。那个是什么做的呀？娘娘，这怎么好意思说呀？多害臊啊！哎，做女孩还真不容易，我也只能这么凑合的活着了。娘娘说什么奴婢不懂，不过呀，只要娘娘活着就行。娘娘，这个呀是奴婢特意让人给您熬的，特别的滋补养颜，对女人的身体那是极好极好的。能给我换个男人喝的吗？哎，汤不要了，你去把那个谁给我叫过来，就是太子那些妃子们叫什么来着？陈良娣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还有跟在他身边那个黄良元、王昭训、李成辉。对，就是他们，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。您平日里和他们也没那么多来往啊。就是因为平时生疏了嘛，所以才要联络一下感情的。快去。不错，这才像个人样嘛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扮上男装还挺俊的？哼，谁跟你咱们？行了，别送我了，你回去吧。娘娘，您不带我出去啊？从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带你去啊，看你玩的挺嗨的，不忍心打扰你。别忘了，我是个男的，你这女里女气的，到时候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娘娘，公子，奴婢是绝对不会坏您的好事的，您带我出去吧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太天真了，再怎么打扮你也是个女的呀。回去吧，我会记得回家的路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怎么跑得这么快？难不成真变成男人了？